大家好，澳門市一名本澳男子涉嫌着住女裝，手持載有不明液體嘅膠樽，喺街上向至少4名本地女途人嘅褲裙近臀部處噴灑不明液體，得手之後即逃去。其中一名女事主更加2度遇襲。警方接報之後調查，9月19號上晝9點半喺南灣大馬路拘捕涉案男子，隨後警員喺佢位於荷蘭園大馬路嘅住宅大廈檢獲相關犯案工具同埋有關不明液體。不明液體已經送交司法警察局作進一步化驗。咁透過天眼系統鎖定到一名女性打扮嘅小患者，涉案男子，並喺9月19號早上9點30分喺南灣大馬路附近將佢接過去。咁經查問涉案男子承認喺本年嘅2月份開始喺佢屋企家中使用一啲顏料混合咗水係裝入呢個平膠瓶入邊嘅，喺街道上向女途人係造成噴灑嘅。咁至今作出同類型嘅行為數十次嘅。被捕本地男子姓何，43歲，報稱手機維修員，治安警落案控以傷人、性騷擾同毀損罪。何某供稱由今年2月開始犯案，至少已經作案數十宗，有關不明液體為顏料加水。